亲戚接馆长邀请函边搁一前立委黄国昌、郭文铁，看起来真轻松，可见三人交情袂歹。我今天来到这个地点呢，我相对是心情是相当好，而且是很期待跟主席见面哦。花公平正义救台湾，陈志涵甲黄国昌招群众7月16上凯道，嘛邀请拿600总统的参选人甲4个立院的党团做伙去游行，约莫3位参选人内底，就敢郭文铁亲身出来迎接。呼吁所有的好朋友能够在7月16号能够一起出来，为这样的一个活动来加温。国民党是由侯友宜办公室副执行长谢正达代收，民进党是由党的副秘书长甲新闻部的主任出来接。郭文铁是为早就讲会出色的参选人，敢会烦恼讲游行迄一天变成个人的做事，诉求耍造政。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诉求啊，居住正义跟司法改革。那我们支持就支持。这个集会的规范就是希望所有到场的党公司。不要带政党的旗帜。希望讲莫有政治的色彩，这点有共识。郭文铁更加当面学了黄国昌。那我也知道说，这7年来的确是司法改革做得不够了。当然这个领域我这个不是非常熟，所以才也是遇到网络上跟讲说，那我听他讲了一段，我听算了，你来做就好。那你敢有可能邀请伊加入民众党？他愿意帮忙很好了，但是我觉得这也要看个人意愿，所以我们也不会去。我感觉我每次说自然就好。2024的总统大选乃至于其他接下来政治上面的竞合，都不是现在关心的重点。敢会合作无公平，不过这摆招大家游行，行前的作业头一站就找郭文铁。除了增加真济网络声量，嘛加添两人未来合作的可能性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